大家好，这段咱要来甲头拄仔读过迄段白话字的文章吼，咱内底有一寡所在来研究一下，来讨论一下。好，一开始咱来看这段吼，第一句话就讲顶日，顶日就是前几工的意思吼。顶日伫台字词典内底有收这条，顶日伊这解说吼，你若晓日语的人吼，点入去伊本地迄个解说日语的解说来看，可能佫较清楚吼。这毋是干那做一个意思尔啦，吼，就前几日的意思。以我的理解是安尼。啊，判主笔，这主笔我毋知因伫教会内底有啥物特别的意思无啦，吼，也是讲咱一般拢咧讲偏执的主笔吼，生判啊有对林茂生博士讲吼。有看报的人吼，就是因的读者啦吼。第希望，伊讲希望啊，我讲我的腔是希望啦吼。希望爱本报就是即个教会公报吼，设一个面，设一个版面来解说。即个解说呢，我其实伫字典内底也无查到吼。以我理解，即个是解说啦吼，来解说现时，即个话起来解说现时所在通行的新的台湾话。线吼，顺线吼，顺线兼注解啦吼。英语啊，我听是英语啦吼。啊，汉字伫迄身边，就伫迄个字的边啊，吼，通互人较明白迄句话的源头。迄阵用写明白吼，啊若我家己写讲，咱即摆咧讲了解啦吼，会当互人较了解吼，较理解迄句的源头是对倒位来的，吼，是英语来，还是日语来，还是安怎来吼，还是对汉字内底什么事来？吼，我想这是。真深色的工课，深色这应该无问题啦，就真趣味吼，也是真重难的事业，这个重难，咱来写看一下吼。重难就是足困难的吼，足费气才有写吼。伊这个词伫伊这篇文章内底出现3、4届款吼，咱去看到，所以这个词咱会当甲学起吼，真重难的事业。后一段呢，实在吼，就实在讲啦吼，实在讲。10数年来，台湾话真大变迁，就是变化真大啦吼。形式的变换确实较小可，即个意思讲形式上吼，我理解来讲，伫咱咧讲的即个句的形啦吼，迄个文法啦，迄个形体吼，迄个形式，确实较小可，就是无变化足大的吼。若是内容的变换，单语的单语啦吼，即个我理解就是 word，就是你若翻译就是单字啦吼。单语的增加是真大，伊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有足侪新的语词入来，啊，新的语词后壁讲到咧，有新的观念吼，毋管是科学的啦、体学的，还是人文社会、政治等等，所以迄内容有真大变化吼，啊，加足侪新的字词会当用安尼，就是即个新台湾话的即个意思吼。啊，佫这有一个设施，你若无定咧看英国白话字文章吼，这嘛是会互一开始带一个感觉怪怪的所在。设施就是必要讲吼，就是 if 吼，设施，这嘛是做实用的吼。设施有一个做事人，就是种田的人啦吼，去山林吼，即个日吼，即咱伫另外一个影片内底有讲到吼，日带20年久吼，即句话咱来研究一下吼，会当研究啥呢？第一个，即个做事，伊是做，伊毋是做哦，伊毋是第三声即个做哦，伊毋是即个哦，伊是做吼。啊，咱来看字典，设施，设施就是这吼。假使讲如果讲安怎，若安怎，拢会当用。咱遮要看是即个正做，伫台语内底做即个音吼，就是写做即个汉字。这个是做，甲这个做是无共款的，所以你袂讲正做，你会讲正做，正做啊，所以做事人吼，伊会写这个做，袂写这个做吼，袂写第三声。咱倒转来甲遮，所以这是做事的这个做，爱注意吼，是安尼写安尼读的吼。做事人去山林吼，住20年久，啊，咱即摆人，你可能写讲住20年吼，就是结束啊。啊，这个久吼。你会当甲当做是加强语气的一种写法吼，住20年久吼，拢无出来，亲像我宣传耳面的小说，迄个主角吼，这其实我无看过啦吼。的款，咱来看一个物件吼，叫一个什么货的款吼，亲像什么人什么货的款，这是一种台语的句法啦吼。这个用法嘛真好用吼，亲像什么物件的款，亲像什么人的。迄个款吼，
迄个形。后来转来因厝，伊个囝对伊讲一大堆话吼。这内底有足侪日语，伫迄个时代入来数啊，有诶，咱即摆竟毋知是日语诶来源啦吼，咱来看觅。阿爸吼，你诶拄金，即个你欠入诶钱啦吼，等下咱看字典安怎写，已经有2000箍，我要将一部分，即个部分吼，嘛是日语诶来源吼，所以人可能毋知影，甲一部分领出来，煞回小册手，小册手咱等下看是啥吼，小册手去台北互恁孙。做学资金，这资金其实嘛是日语吼，毋知你诶组合安怎？吼，来咱先转来字典看觅咧。第一个资金吼，看汉字你可能普会知意思吼，就是你欠诶钱啦吼，资金。来小册手是支票，啊，我阁有查一个吼，那汉字无这小个册手，这个汉字那算是邮票诶意思吼，这我无确定啦吼，我大家做参考。啊，若有毋对啊，甲我讲吼。啊，组合这我嘛真正啥无啥，因为这我真正毋捌，我身躯边我捌听人讲过吼。这日语伊的意思讲什么？拄好的机会，我咧用咱是毋是人咧讲呛输吼？啊，但是伫即个意思内底吼，伫咱本地即句内底，毋知你的组合安怎？我咧要讲即句话，毋知是毋是咱翻译做讲，毋知你即摆情形有拄好无吼？啊是讲你的意思安怎？敢有方便？吼，我毋知是毋是安尼讲吼？啊，你若有较好的解说，则麻烦你留话互我吼。好，咱继续。即个老阿公听了的确真大戆耳，吼，这一个有两个所在这样讲，的确就是真正是安尼吼，的确吼，这伫英国白话字文定有人会安尼写，这你嘛会当学起来吼。听了以后呢，的确大，这个就真正我慢慢我直接第一个看到吼，戆起的戆，戆的戆吼，戆耳，戆耳这个意思呢，拢总有想吼，就是我听到种戆伊的意思。我理解是安尼啦吼，啊，我惊着讲，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听拢无吼，啊，这是会当学起来一个形容词吼，戆耳。所以后壁就讲啊吼，无矫正明白迄个意思，矫正这又阁是一个，矫正这个嘛做实用的，伫台本内底做实用的，咱看矫正是啥物意思吼？矫正对，做完全的，做矫闭的吼，全部拢总有，这个矫正，这个词真好用。无矫正明白吼，你看伊个用明白啊吼，咱会当讲了解啦吼，理解，伊就是听无啦吼，听无迄个意思。讲拄金是啥物吼？啊，部分是啥物？你看这部分，可见迄阵的台语内底，即个是新的词吼。啊，毋过咱即马这部分啦，遐部分由于伫华语内底吼，即个词已经逐位拢有啊吼。啊，小册手吼，佫是啥物货吼？咱头已经看过吼，咧支票吼。啊，学资金吼，应该就是就学的迄个资金啦吼。我哋又是安尼。吼啊，组合是啥物吼？一大堆，吼听拢无。所以讲单，吼咧到单的单就是即马吼单啊，伊讲大家啦吼，大家应该就是咧汉字就是华语人即个大家啦吼，大家。啊，毋过我的腔我拢讲大家吼，我安尼写，我写大第八声吼，大家人的大家吼，迄个人就感兴趣啊，大家吼，大家拢知吼，这就是台湾的神话。吼啊，即个遮的。吼，伊是安尼写啊，我习惯是安尼写的。即个遮吼，我会保留互遮尔安怎迄个遮，咱等一下看着吼。啊，所以安尼是安尼写，拢是共迄个意思啦吼。啊，若有无共的意思，你知影吼，嘛共款吼，麻烦你留下甲大家交流一下吼。来，声词，这嘛是个咱真诶台语无定咧讲吼，声词就是安怎啦吼。台湾话变迁到遮雄咧，吼有无吼？你有看到即个无？遮尔安怎食吼？头拄即个是食的吼，所以我会习惯写安尼啦吼，两个看着较袂混毋对吼。即个食保留互遮尔安怎的即个食。来，咱去看一个吼，声词台湾话变迁到遮雄咧吼，用雄吼，就是足激烈的意思啦吼，变互遮大的意思吼，咱咪当用雄吼，遮雄咧。总共一句啊，就是新文明的影响，吼，这无啥问题。帝国领导以来，这个帝国是日本帝国啦吼。新的文明直入来吼，有新的文明就新的生活。伊讲生活啦吼，啊，我的腔是讲生活啦吼，就是逐工咧过生活迄个生活吼。啊，有新的生活吼，新的生活就有新的思想。思想我毋知这是毋是用伊的台南腔去写出来吼。我是拢讲思想啦吼。
我家己若咧写拢安尼写吼，思想有新的思想，有新的思想就爱有新的话来下伊的用吼，来下伊的用。即句话的一种文法吼，伫现代人内底，咱所以嘛较少安尼讲安尼写吼，来下伊的用吼，爱有新的话来。毋过你用英语会对吼，你讲you need to have new terms to match the usage， 看起来足顺的吼，我毋知是毋是。即句话到底是毋是迄阵的台语人拢是足日常的用法吼？这我无确定。过来，各国的国语的变迁吼，倒者吼，因为大多数的意思吼，拢是对受新的文明来起因的吼，来引起迄个变化吼，起因吼。咱看后一页吼，来咱刷第2页。日本的国语啊，吼，迄阵伊台湾是日本统治啦吼，所以伊有哪称呼日语是国语啦吼，即个所以即马中华民国人吼，就称呼中华民国的华语吼叫做国语吼。这有这政治问题，咱以后有机会再倒来讲吼。今日先把这个字数看了。古早受汉字的文明的影响吼，是大家拢知影吼。来变迁，所以伊的意思讲日语啊，过去受汉文化影响吼，有经过一寡变化是现代吼受西洋文明来变迁。这个西洋吼真好用，安怎讲呢？咱定定习惯用华语咧思考会讲吼，什么本国吼、外国，这几个问题吼。第一，你真头无家己国吼，你是咧外国身体健康的吼。咱咧讲吼，你若讲外国人吼，咱先莫讲是毋是家己国家这件代志吼。外国人这件代志，伫即个情境内底吼，无介适合，因为咱要讲的通常伫即个情境之下，你是要讲欧美国家的人。是讲西洋人，西洋人这个无啥问题，因为迄阵的观念就是东洋甲西洋吼，西洋的文明就是主要是欧洲迄边出来文明吼，安尼来讲吼，就真准，就袂去互走进去吼。所以讲日本古早受汉文化影响吼，后来近代受西洋的文明的影响吼，来伊的字数就真侪变化，就是安尼吼。伊讲安尼，我讲安尼啦吼。英国的国语吼，受 Anglo-Saxon 这个物件。即只足趣味啊吼！咱伫个较后壁的新台湾的电力馆的文章内底，咱会当看到吼，有一寡语词其实伊无去甲翻译因为种种的原因吼，你也家己试看觅，去翻看觅吼，你会当发觉到足侪困难吼。有当时你翻得出来，有当时会当参考别人的物件完全翻袂出来，就翻出来感觉总难用吼，你就只好保留原文吼。伊伫即个所在是保留英语吼，伊就无较变。所以即几个吼，伊就当对日语汉字个转过来吼。即个是读做拉丁即个希腊以及希伯来，即几个可能有人会看无吼。拉丁呢，我哋就是即个吼。毋过毋知啥伊无要用拉丁，是啥物？即敢读路电，我嘛毋知影吼。这是日语我毋捌啦吼，我真正看无啥。然后看者伊毋知是毋讲，即马因拢用卡那咧写吼，无咧汉字写，因为就我所知影，日语伫对国家的称呼吼，也是对其他西洋的一寡字词，因即马较尊重人的发音吼，所以因就拢用卡那去写，无去用以早的迄个汉字去写吼。所以毋过呢，毋管安怎对吼，我嘛毋知影伊去对出即个拉即个音吼，即我真正傻无吼。丁个共款吼，丁就是迄个丁嘛吼，拉丁迄个丁，毋知啥无要写拉丁，要写拉丁吼。好，来希腊，希腊这嘛真趣味吼。希腊咱看觅，希腊是安怎来？毋是希腊吼，希腊。即个汉字是对日语迄边就安尼写，真诶日语就安尼写吼 ，Greece 吼。咱看一寡字典内底写物件，第一吼，咱确定即个字伫汉字内底有读列的音吼，有读拉甲列的音拢吼，伊就希腊的列吼，即个。伫日语内底咱看觅吼，这是日语的wiki的其中一页吼，你看，这是日语的写法。这边有中国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的写法吼。你若有兴趣呢，你会当去顶悬遮看觅吼，来咱看觅吼。这就是用国际的国名，用汉字去写出来的即个列表，叫做这。可能你会看到，你感觉原来足侪华语内底的写法吼，中文内底写记参日语，拢要共吼，拢要共有无吼？所以你讲这到底是啥物人发明呢？我嘛毋知影，
可能是互相影响啦吼，就是汉字的文化库仔内底互相影响，可能日本人因就是伫近代进前吼，因有用汉字去写遐物件，因后来然后所以拢是用卡那安尼来写吼，安尼发音较袂走精伊啦吼，无即汉字讲较白啦吼，是几个人看有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好，人有卡那，咱有罗马字吼，咱等下看咱罗马字，所以拉丁吼，希腊吼，以及希伯来，这嘛有找着吼，就是即个，应该就是即个啦吼，希伯来。好，过来继续。早前呢吼，就是较进前啦吼，新的话，拄拄伫要通行伫台湾的时候，拄要开始吼，拄要通行的，拄伫要吼，即个你嘛会当，咱咧写文章时阵嘛会当去甲学起来吼。有一部分的守旧派，守就是坚守、遵守。旧呢，就是旧吼，而且台语大词典注解文的吼，可能是文言音的意思吼。例句咧，守旧吼，旧，这发音阁真古锥吼，守旧派吼，的人讲着祖旨，这个就做好用着吼。这个意思你会当讲啥？你会当换做啥呢？这守旧派的人讲爱祖旨吼，着祖旨，着爱祖旨，这个着做好用的吼，就是你必须爱安尼做，所以这个会当安尼用吼，毋是干着毋对的对尔吼。可以当用伫你必须爱安怎吼，你爱安怎做？讲道理的事，搁较毋通用，因为惊了人听袂晓得。即句话吼，第一，咱即摆人较无咧讲即个了啊吼。咱讲，因为惊人听无啦吼，爱着写讲，因为惊了人听袂晓得，晓得就是 understand 吼，就是了解。惊人听袂了解的意思啦吼，写起安尼哪像较文一点嘛吼，我嘛毋知影吼，啊毋过看较啰嗦啦吼，咱就讲因为惊人听无啦吼，就是白话就是安尼讲。总是吼，即个我嘛爱讲者，我咧读的时阵吼，因为我是教育者，敢若话吼，我读变音吼，总是安怎？毋过我知影人咧写吼，我写伫即个空白的所在吼，即个字若咧写，我迄阵是听，我迄阵是看，足侪人拢是写安尼，读做总是。即个后壁轻声，即个保留原调。总是即个物件吼，你毋好用伊的汉字去理解哦。汉字总是安怎。即个伫华语内底意思吼，甲台语即个用法完全无共。台语即个总是吼是总是安怎？伊的意思是毋过 but 吼，人生上重要就是迄个 but 吼，毋是咧讲迄 but 即个意思吼。所以你若看到即个就是，伊就是但是安怎样吼，毋过安怎样吼，毋过呢？结局吼就是结果吼，结局亲像水崩平，即句嘛袂歹。水崩平，水吼就是水流来个水平山平吼，咱崩山安尼吼，我伫字典有找着即条，咱看觅，伊写水崩山吼，伊无写水崩平，迄个平山平吼，所以呢，以我的理解吼，即个水崩平，我嘛是伫即篇较第一个看着吼，水崩平即个讲法，我咧用毋知是毋是咱咧讲土石流啦吼，即个物件啦，总讲有讲毋对所在，麻烦大家补充吼，好继续。要阻止也无法得，你看袂晓得无法得，嘛无法度意思啦吼。你阻止袂来，伊就是时势就是安尼走吼，大家就是拢安尼用吼，所以你要安怎阻止呢？阻止袂来吼。其实有啥想咱就想咱即摆台语吼，数十年来吼，华语影响甲安尼吼，亲像水崩平吼，足侪用法拢已经袂晓吼，拢用华语吐去吼，发音啊，伊个文法啦吼，拢安尼去啊。毋过咱嘛是尽量啊，咱嘛是尽量变，所以我较想讲要用即个单元吼。好啦，咱转来遮。我的言语实在亲像有机的，这个就是我规篇文章我都这个看无，有机无问题。你看伊个条讲注解汉字，伊真正惊人看无的款吼，我毋知伊即句话倒位来。即个的，咱头拄都看过，的确是安怎吼，真正是安尼写吼。毋过伊现在无要写有机的物件，要写有机的。即个用法我真正是啥无吼，若各位朋友你有看有即句话，你知伊对倒位来吼，也是后壁佫有啥物人原来安尼用的吼，拜托甲大家分享一下吼。好，咱继续。伊讲语言的物件吼，真正吼实在亲像有机的物件吼，有机的物吼，有机着的物，有活命就是有生命的意思吼，是活的吼。伊做人拢写活命啦吼，我毋知这是毋是教会的写法吼，有活命，伊拢会讲有新的活命吼，因讲有新的生命，讲有新的活命。忠诚，我若讲成长，应该大家都听有啊吼，就甲倒边写，其实拢会当啊吼，成甲中本底就是会当分开写嘛吼，你会当甲倒边写吼，伊安尼规句落来吼，较有变化吼，看起来较活跳吼，会进化，这就是伊的论点吼，讲语言是死的啦吼，伊总是会一直变，这也有影啦吼，毋过呢，咱伫这个时代，咱爱看吼，过去发生的代志，即摆咧发生的代志，伊的变化的原因是啥吼？伊的变化是毋是政治的介入？
吼，伊对咱的过去、现在甲未来产生什么改变？原因无共，咱采取的行动当然嘛会无共。来，佮剩几段吼，大家拢知，这个新的台湾话，较济拢是对日本国语的新语言来正的，这个正嘛袂歹，来形成的啦吼，正来形成的。因为这个字眼原来是汉字，吼也简单，吼来人讲干哪安怎吼，所以这嘛有人写安那，我就安尼写吼，简单吼干哪安怎，好也干哪换读音，唔免换字甲意思。汉字因为伫文言文内底是伫汉文内底，伊可能意思都侪拢是相通的吼，所以意思就是讲字唔免换，读音换做台语音，就便便伫遐，你就会当直接当做新的台湾话，伊是这个意思。毋过讲有遮简单呢，后壁其实有补充咱继续看吼，毋是全部照收啦吼，毋是像有人讲咱即马华语已经遐济事啊吼，咱以后要用台语讲物理啦、讲哲学啦、讲什物社会科学的物件，咱就甲华语的事全部翻做台语音就好，无遮简单吼，无遮简单。咱以后有机会豆豆来讲吼，我最近嘛是咧舞这个代志吼，那有一寡成果还佫参大家分享。来，因为安尼吼。即款的新话吼，流通才会遐紧。因为迄阵的读册人是读汉文嘛吼，像林茂生博士就是安尼，所以看到汉字吼，就读台语音，就甲记起来啊。总是吼，就是头拄讲，但是吼，若要究勘究研究勘，还是要勘什么货吼？来，咱查下字典的。好来，究勘伫遮，吼，这是读勘我嘛毋知影吼，就是研究的意思啦吼，认真去甲研究吼，看伊到底是安怎样。叫究勘，这个嘛是会当学起来事吼，所以总是若要究勘到真，白话字本来怎样写？究勘到真，就是究勘到底，吼，你甲上真的代志甲悟出来，吼，看伊到底是安怎样吼，究勘到真。这个日本字眼虽然是对欧罗巴话吼，欧罗巴州就是欧洲啦吼 ，Europe， 欧罗巴话来翻译的，抑久。我的腔是犹高啦吼，犹久有诶是汉文所有诶话，伊意思是讲吼，有一寡欧洲诶字词吼，日本人去翻，有甲翻做写做日本诶汉字，也对一寡汉文内底去掠遐字出来斗新诶词，用汉字来写，迄个是人咧讲日本制造诶汉语词啦吼。来，即款诶话，一个互台湾人有捌汉文诶人接到，咱继续看。去接收到这有汉字的字词吼，就两边便通承受吼，甲接收起来吼，来了解，就是一听到了解啊吼，有读汉文的人知影，也是因为安尼才会遐紧通行。一个譬论吼，人讲比如吼，比较讲，譬论来讲，这嘛做好算，读做过价。我相信即摆人读会计啦吼，我嘛是拢爱读会计，拢读会音，其实以早咱像真正是读过吼，毋过即个发音伫现主时的台语内底，哪像诶无人安尼读啊，所以你讲到底要甲牛，要甲旧诶即个读法牛转来用吼，我是感觉会使啦，因为安尼你尤其咧写白话字诶时阵，若是咧读诶时阵吼，伊过甲会迄个音都无共，写起来无共。安尼你咧读的时阵吼，你若甲这当做一个字吼，安尼伊就是一个特殊性吼，无共的所在写起来的字都无共。安尼是我感觉是对这个文字系统来讲是一个是袂歹的代志啦吼。好，过价吼，即句话吼，这个词原来是汉文，不过毋是台湾的白话拿定。有个人你若讲较软的音，就是念过，就是念吼，有人讲念吼，就是讲。不过毋是台湾的白话尔，单即嘛国语用即款做通行的话，一个入到台湾人的耳孔，伊这是写耳啦吼，耳孔。毋过我家己的腔是有一个偏音，我拢会写耳孔吼，就两边也甲伊用做通行的新话。所以若研究即款的新话时，重点来后咱看，咱对即句开始看哦。所以，若研究一款的新的话时，用即款语词的来源的研究法来参考，就会加生出侪的趣味伫咧。所以，这个物件伊其实嘛是会去想讲伊的源头是啥。所以，刷了伊即个新台湾话定的馆吼，伊拢是用即个方式吼，伊会去看伊到底是对英语翻日语，日语还个汉字词，还个用台语发音等等，伊有去处理遐物件吼。
咱后纸较豆豆来看。好，毋过呢，也有真重难重难佫出现啦，真重难的点伫咧。安怎讲？因为现在的台湾话无一个公定的标准，伫娘看是通行的话，啊毋是吼。来，咱看觅。首先呢，参咱即马当地共款吼，大家无标准就足紧张，毋知要安怎处理吼。啊，其实这无重要啦吼，有咧用较重要，用久迄个量出来，标准自然就出来啦吼。来，娘甲看这个，我感觉袂歹用。有一个标准去比，去比评，啊，你卖当讲去娘看，去娘去看，啊，过来是这个，叫一个词啊，你读时就变调啊吼，就是是啊，毋是，就是写这个字吼，是啊，毋是。大概即款的话是大声对捌国语的青年人吼，来，咱接后一段。青年人先通行，伊的意思讲青年人迄阵知识分子较济吼，啊嘛较有机会接受新的语术新的日语术等等。然后才及到一般，即个一般就是一般大众啦吼，一般的人。毋过呢，迄个通行的程度是到倒位呢？毋知影吼，是足通行的，还是敢若伫一部分的所在有咧通行？后壁来讲吼。倒一句话是有咧通行，倒一句话是无够热通行。即个热吼，即个 L 本地写是写热吼，啊有人会腔是热，啊有人是讲热吼，你是咧外咬的热吼，是无够热通行吼，这拢无当通去测度，这个是个词啊，测度咱看觅，字典嘛有收，测度伫遮，就是我倒去卖测度的吼，我倒去推测吼，即个意思。所以呢。什么叫做新话？选择的范围要开到偌阔，还是要缩到偌矮？吼，开甲缩，啊阔甲矮，对反的意思啦吼。继续，拢无当通去掠掌，无通去掠掌，掠掌又搁是啥呢？掠掌伫遮，无地通掠掌。啊，毋过即个解说其实看无啥有啦吼。啊，我搁去查吼，伫另外一个线顶的字典有查到掠无头掌。伊华语写不得要领啦吼，啊，我是感觉对袂啥起来吼。伫即个情境内底吼，伫即个语境内底吼，我的感觉是啥呢？就是你杀无迄个头绪吼，你毋知要安怎落手，你毋知要安怎开始，要安怎去做一件代志吼，叫做无通去掠掌，掠无头掌。好，啊，你若共款即句，你若朋友，你若知影较正确的用法吼，甲解说，则麻烦留下，互大家来学习吼。又过即款的新话，渐渐拢在加天，加天就是增加意思吼，加甲天嘛吼。啊，无人敢讲今仔日无在通行的新字眼，伊主要嘛是指日本的新的字眼啦吼，日籍汉语词啦吼。到明仔日就袂通行吼。今仔日无到过2工啊，过几个月啊，明年伊就变做通行的啊吼，这真歹讲。啊，这咱伫生活上定定嘛会发现啦吼。因为有即款重难吼，又搁出来啦，重难的所在、困难的所在，所以我爱请大家注意，吼，拜托大家斗注意。我伫遮所排列的新话，我所写出来的新话、新语词，是对我自己就是家己啦吼，独断的吼，独断这嘛定看着吼。家己讲，家己准算啦吼，因为无法度嘛吼，就是用家己的经验来看、来想、来判断。所以讲啥，就是我对我的经验吼，伊若捌听见伊身边的人吼，捌用过吼，伊就甲伊记载落去吼。若是看报吼，这个报就是这份报纸啦吼。看这份报纸的朋友啊，你若想讲，你即款的话，你毋捌听见，吼，你毋捌听过啦吼。啊，请恁无写字通知我知，这个嘛错好算，我嘛第一个看人个写，请恁无写字，这个无写就应该是讲，请恁毋免遐尼啊，毋免想伤济啦吼，你就做你讲吼，免客气吼，你毋免遐客气，因为大家互相闹开求进步嘛吼，台语定咧讲，所以请你无写字吼，若是真正真无写字吼，请你直接吼就甲我讲，通知我知。互我通好知遐个话所伫通行的程度，吼，到底是台南地区较有，啊，伫南部有，吼，中部北部无安尼讲等等。如果若我所伫解说的注解，无论是语言还是意思，有甲恁的意见无相同的所在吼，啊也煞请恁又过来，请恁无写字来指教，是所大毋忙即句，我感觉会当学起来做你写批互人的结束吼。
是应该是讲是我啦吼，应该有省掉啦吼，以我的理解，是我本身吼所愿望的吼，这个大是足大的愿望吼，那用英语来看就是应该就是 great 的意思啦吼，我大的愿望吼，拜托大家一定爱安尼帮忙我，所以好，咱今日讲真久吼，因为内底我感觉有足侪我家己学到的物件吼，分享互大家，有一寡我知影，我咧约初学者咧读白话字的问题时会看无的所在，我拢伫这段内底讲互大家知。共款有一寡我有讲我无了解的吼，拢用译的啦吼，用我的语感去译的。有的物件可能我讲的过程无小心漏口去吼，也是我嘅理解，就参像我即段共款咧讲的吼，那我的解说吼，参恁所理解无共款哦，共款吼，请大家无细字吼，留话来甲我讲吼，甲大家讲，大家互相讨论吼，来求进步，互咱会当甲一寡过去的台语人会晓用的字眼、或字词，咱甲捡倒来用，丰富咱的资料库，互咱看文章、写物件，拢会当个较深入、较活泼。互咱即个语言吼，会当个有较大的画面。好，以上是今仔日开一寡时间，参大家分享第一篇的投诉吼。我希望佮过来，我真正会当有够时间，甲剩的迄几篇哦，豆豆看，豆豆像安尼整理出来吼，分享互大家，大家做伙来学习。以上，感谢大家的时间。